台南市發生了兒童虐待事件，在中西區一間私立的幼稚園內底啊，一名5歲幼保員啊，在去年連續對13名幼幼班的囡仔強迫伊食物件，佮來殺頭、臉面，甚至啊將囡仔關在紙箱內底來搭拍、來搭切。另外一名教保員發現了啊，竟然無甲動啊，所以這家長發現唔對了，馬上向相關單位來投訴。即馬台南市教育局認為這實在是太嚴重了，針對這個5歲教保員啊，他罰50萬，改聘通報，終身不得再任教保工作。紅野了的就是佇咧台南市中西區一間準公托私立幼兒園。對啊，伊啊，袂歹呢。有家長聽到這款的事件，攏感覺喊過唔敢相信，因為當初的這間幼兒園114年11月，一個5歲教保員被指控涉嫌無適當管教，有13個細漢囡仔，唔但被強制飼物件食，閣被口頭殼、臉面皮，甚至閣像安尼。甲囡仔放入紙箱仔，拍紙箱仔，閣害來害去。另外一個翠姓教保員發現煞嘛無主動，後續家長感覺囡仔有過樣，甲相關的單位投。更袂歹啊，更無吧？我覺得是看老師個人，因為我覺得這裡老師都還不錯。幾個家長攏認為幼兒園的管理袂歹，認為是教保員個人的行為。若對無適當管教的事件，園區嘛不主動甲家長講。過年的時候有發了一個 email 給我們說有老師就是對小孩是不當行為，然後就是園長好像就寫封信給我們這樣。被指控的5歲教保員做幼教的工課已經有19年11個月，佇咧當時幼兒園做3個月，經過台南市教育局調查了後，確認5歲教保員確實有無適當的行為，崔姓教保員無甲主動嘛涉嫌暗砍違法的經濟重大。主要行為人處以呢，這個50萬的罰款，另外認定為終身不得擔任教保人員。若崔姓教保員是管制任教1年，採取6萬塊的罰款。兩個教保員嘛，佇咧教育局的官網公布全名。對幼兒園處罰的部分，除了對行為人甲負責人處行政罰款，嘛會對幼兒園做停止招生6個月到1年做處分。教育局強調，對違法對待幼囝的行為是絕對袂當吞忍，嘛無通參詳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